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录作段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5页。解说甲正文第25页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8节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8节，就是解说甲右榜佛经，所以立无念为宗。即马应该要来说的解说下面就是善知识因何立无念为宗，只言口说见性，未人以经上有念，念上便起邪见，一切颠倒妄想将出而生。自性本无一法可得，若有所得，妄说何福？即是颠倒邪见，故此法文立无念为宗。即马就是要来解说这个道理。在要来解说这个道理以前啊，就先将面顶的搁再做一个补充。在前面就讲，毋通以为笔物不思，念尽拄曲。安尼呢，佮就讲已经啊，就是三纲教业，安尼就是开悟境地。当然是慧能大师啊讲啦，讲假如你若是安尼呢，根本啊无实在得到开悟，无实在得到明心见性。所以你死去了后呢，别个所在搁再转生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讲在六道中呢，共款啊，搁再受生死的轮回。因此呢，要学道的人啊，爱好好来去思维这个道理。假如讲你无了解这个道理，自己错了，还搁较要紧。搁再劝别人照安尼去修，变成就是讲自己青迷，搁再牵一大堆青迷的人。安尼啊，不但是讲害己害人，搁再是诽谤佛经，所以呢，才立无念为宗。这个无念在前面我已经讲过几落遍，就是讲重复几落遍。所谓无念嘛，并毋是讲亲像石头啊，拢无震动，心肝呢拢无想啥，安尼个就讲叫做无念。这个无念应该就是讲无有妄想杂念，无妄想杂念迄个所在，正就是有迄个正念，有迄个正念的作用。那既然是无妄想，搁再有正念的作用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咱先爱了解。你若是有妄念呢，就无正念。正念作用若是坚强呢，也就无妄念。我在这个所在啊，可以提一个真正明显的这个比例啊，互咱各位了解。譬如讲，咱来种花，或者是讲种菜，或者是讲布稻啊，这种共款拢可以啦。假如讲你种落这个物件，若是杂草真正济，安尼这个花园的花啊，绝对袂水。或者是讲你这个稻啊播落去，若是有皮啊，有其他的这杂草，伊甲你斗这营养分呢，你这个稻啊袂死。去互遐杂草、遐皮啊呢，甲伊含过去啊，反射你这个稻啊就死去了。所以呢，就必须爱将这个杂草甲伊除掉。无论是种花，无论是布稻啊，无论是种别项物件，拢共款。那假如讲咱现出是啊，伊迄个种吊仙草，咱台湾是比较较少啦。但是在美国呢，有真正济迄个真快迄个工场啊。伊毋是讲去矿阿妈土，就是讲种迄个草规片，中间再种树啊。安尼看到呢，一片真青翠啊，
对咱一个人的迄个感受咧，看到家己咧，加真清凉。当然是事实上呢，因为伊个是草毋是迄个阿摩陀，所以当然呢，也是比较较凉，事实上较凉。但是呢，你迄个雕仙草呢，必须大家都要去甲挽迄个杂草，将迄杂草甲挽到无半支，迄个雕仙草才会水，才会发。假如讲经过几工无挽呢，无挽啊，这杂草若互伊含起来一寡好的雕仙草，拢做即摆去含着，反正拢死了。我相信用安尼来讲呢，咱一定会了解。当然，咱台湾毋是讲无人种即款的雕仙草的所在是较少啦。但是要种这雕仙草，你必须爱有迄个耐心去甲伊顾。那就是讲，逐日呢，一定爱去找迄个雕仙草的米里内面的遐杂草。必须呢，将这个杂草会当好来甲伊挽了清气。迄当时阵呢，你这个好的草，你要爱留起来草呢，才会水起来。猪仔嘛是共款将迄皮啦，将迄杂草拢做一摆抠掉。迄个猪仔才会水，摆才会出色才有出五谷，咱才有通食。还是讲迄个花，必须呢将迄个杂草甲伊抠掉，花才会水，才会开花，才会当挽起来互咱欣赏。那这正正就是讲消除迄个妄念正念呢，才会当发起迄个妙用。等于讲。将毋爱的草来甲伊抠掉呢，你爱的迄个食物才会当成长，甲这共款的意思。所以所谓立无念为宗，无念者就是讲无妄念，无妄念才会当提起正念。等于讲无迄个杂草、猪仔花，才会你要爱的物件，才会当成长，甲这共款的意思。安尼我已经讲甲真分明。咱伫咧学佛修行的人呢，真重要就是讲把这个杂事妄想一切妄念拢甲伊去掉。那在前面已经甲咱讲起遮真清楚，就是讲依诸境相心不染，叫做讲做无念。心呢，常常离这个境界。毋通讲看迄项，咱分别迄项，看这项分别这项，安尼呢根本你就无法度。所以，咱伫咧学佛修行的人，在过去的这祖师大德，比如讲教这学人，伫咧学佛修行的迄个过程中呢，拢是真正严格来甲伊教。咱即马来讲迄个过去的迄个禅堂，像讲在唐朝禅宗形成了迄个禅堂，在即个禅堂内底，你都要好好去参禅。在禅堂内底呢，袂使咧，搁再去看这个经书，也袂使去念佛。但是咱要了解这意思就是讲，你袂使咧有杂念啦，你心毋通搁甲分别。所以在禅堂呢，有一句话讲：高挂半浪，以我为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你入去迄个禅堂了，将迄个底迄个半这个半浪呢，甲伊吊的悬悬，事实上，迄个半底内底是藏啥？毋是讲一个半尔，半底内底搁再有钙本。所以就是讲，你将即个钙本这物件，你甲藏喺悬悬的所在，你莫搁再去想遐，一心一意爱来去参禅，那就是互你即个心会当集中，你的念会当集中。也叫你讲，你只要参禅道，你袂使念佛。念一句佛，你爱扫禅堂扫3工，讲禅堂去互你喂垃圾去。这事实上这是一个譬喻啦。哪有讲念一句佛，禅堂道你喂垃圾，绝对伫咧喂垃圾，无念10句100句嘛袂喂垃圾。意思是讲，你即马伫坐禅的人，你搁再分心去念佛啦，安尼就是另外打一个妄想啦。你这个心呢，就是染污啦。染污禅堂，事实上就是讲染污着你的心。
以后的人无了解，以为讲是修禅的人伫咧摆脱净土，这完全错误。照讲起来，就是讲，你若是修定土种人，你好好去修，你无需要去参禅，你心才会专一。你要修禅宗的人，你好好去修禅宗，你毋通过来要修迄样，要修这样，你心袂专啊。最主要就是爱你心专，咱咧了解这个宗旨。那这心专，正正就是遮所讲的无念，也就是遮所讲的正念。所以到近代来，就伫咧学佛修行人，除非讲你一生修行以外，还搁再接受一寡即个学问啦、知识啦，或者是讲看经啦、看注解啦，但是过去的遮个大德咧，伫咧教学生，往往是非常严格。指定什么款的经书你会使看，还是讲什么款的社会参考书你会使看，你其他你绝对袂使甲看。看呢，你就变成爱甲你处罚。为什么呢？你分心去啊！你分心去，对你这个本身的学问，你实实在在一点仔都无迄个作用，变成害着你。你若无甲你管制，无甲你管会好，变成你迄项看，即项看，系啊。咱看看到底你是咧看佛教呢，或者咧看社会学呢，或者咧看小说啦，到底咧看倒一项？变成讲你这心呢，就分对别个所在去。所以过去佛学院若是较严格伫咧教学生的所在，连你看什么参考书呢，都爱甲你注意，都爱甲你约束。但是咱必须了解，这并毋是讲或者伫咧束缚你的自由，就是爱将你这个心的这个动念归纳在一个所在去好好去用功，提起正念来好好去研究佛法，后摆当了成事。无希望你讲心分别去，结果呢，只敢在迄个世间法中伫咧打转。你若是在世间法中伫咧打转，要如何会当来了成事呢？这是不可能了成事。这是讲解迄个立无念为宗这个所在啊，我阁做这款的补充的说明。咱即马下面来解说，讲善知识因何立无念为宗？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啊，前面先解说这个无念、无相、无住了呢，再过来进一步讲善知识啦。为什么他会立这个无念为宗啊？就是讲这个禅宗为什么爱立这个无念为宗旨呢？立这个无念为宗旨，这是什么款的理由呢？这边讲只言口说见识，未人以经上有念，念想便起邪见。一切颠倒妄想，将出而生。讲所以会立无念为宗啊，就是因为只言就是讲，就是因为喙伫咧讲见性，就是讲在喙伫咧讲咱学佛的人啊，应该明心见性啊，或者是讲我修行会当得到明心见性，因为话搁再较。不自量力的，事实上妄想一大堆，伊嘛讲我已经明心见性了。所以呢，喙虽然是讲合作见性，毋过呢，未人呐，以经上有念，就是讲这个未迄个凡夫，无实实在在有得到明心见性的这个凡夫呢，在这个经上有念。伫遮所讲的境，就是色声香味触，乃至内心的法尘。就是讲目睭，你看耳孔听的，鼻孔闻的，喙齿谈的，身躯所接触的，在这个境界上面啊，有念，就是讲有这个分别念，有这个妄念。这个分别念、妄念，结果呢，在这个念上啊。就起邪见了，就是讲你这个妄念就引起了你一种的不正当的见解。咱讲是做不正当的见解呢，
咱即摆来摕一个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。譬如讲，咱目睭看外面的色景，那去分别，我常常拢以即个花来做譬喻，因为即款的譬喻互咱容易了解，会当有体会。咱去到人的花园的所在，花开甲诚水。即个花若摕倒来阮兜，插大花杆来欣赏，介好。本来想讲，这花遮水来甲因买啦。但是呢，看来看去也无主人伫啊，无人伫啊，就咧顾咧。那既然无人伫啊咧顾，我无将甲挽来就好啊。本来是对迄个花去分别水、分别歹而已。因为这个分别水、分别歹的即款的妄念，就变成起邪见。这个邪见就是讲转一步呢，想讲人都无伫啊，甲挽一两支伊嘛毋知。开甲规花园呢，莫讲一支两支，就挽10支、20支，凡是主人嘛袂发觉讲伊的花歹物件尔，我无看伊多花较要紧呢。这就是邪见，为什么呢？伊在迄时阵啊，无考虑讲我共挽花，不管是讲主人有看无看，这就是一种的偷盗的行为。你现在是做这个偷盗的行为，种迄个因落，你下摆得到迄个果。那你即马共挽欠伊，下摆你还还伊啊？你要哪还伊呢？是毋是你后世人我哪去种花，我哪回挽倒转去呢？无一定啊。你即马欠的这物件，凡是你来生去做牛做马，你就去拖汉呢，或者是讲你做鸡、做猪、做鸭，将迄个肉来汉嘛不一定咧。但是心无想伫迄个所在，只想讲肉来无要紧尔，无代志。这就是一种邪见，这是一个例啦。咱因为咱的心来对着这个外面的景。也会去分别，或者是好的，或者是歹，就是讲，或者是咱对这个物件欢喜介意，或者是对这个物件咱讨厌排斥，拒绝等等。那无论如何啦，就在这所在，你会进一步搁再起迄个颠倒的思想，那这就遮所讲的这个邪见。那咱即摆搁再提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，比如讲，咱报纸上常常看到，杀死人。那为什么他会杀死人呢？或者是为财，或者是为色。咱就以这个为色来做譬喻，比如讲伊这个人会杀死人，就看到一个女性，生去相当美丽，结果呢，就用个不法的手段，讲伤害人的身体。那伤害身体了后呢，即马惊伊讲安尼伊会暴露出来，进一步呢就甲杀死。杀死了呢，伊想讲我甲杀死，就甲迄个边都无看都无人知影，代志煞去。那这呢就是对于这个经常有念呢，结果呢变成生起邪见。比如讲伊即马看人的时阵，假定讲你目睭看到迄个人。你心肝莫去甲分别讲，哎呀，这个女性生得真水。当然，你就袂起这个邪念，袂进一步讲既然这人这样真水，我就要爱介意这个人，要爱伊的这个身体。因为你看伊讲真水，所以引起你这点的邪念，那就是念上变起邪见咯。这邪见毋是到这为止啦。你得袂当着，所以就用过这不得手段。那不得手段得到了，你又搁惊伊讲你这个罪行暴露出来，结果你这个颠倒念搁较严重，干脆甲杀回死啦。杀回死了呢，那就无代志了。那你这个是毋是颠倒了，搁再颠倒啦？那可以讲就是颠倒了，搁再非常的颠倒。这个就是遮所讲的念上变起邪见。这拢是一种事实以这个事实的说明呢，咱应当就可以了解。下面讲一切颠倒妄想将出其生，因为迷人在这个境界上面有念，
念想呢都起邪见，所以所有的这个颠罗妄想啊，就将这个所在产生了。所以叫做颠罗呢，就是烦恼啊。那这个颠罗，这个烦恼，这个妄想，将这个所在产生出来。当然，这个颠罗呢，也使个当作讲就是一种的烦恼形式，包括再来拢可以。这个妄想的意思啊，就是讲你错谬的执着，但是你所执着不是真的，就咪叫做讲妄啦。也你所取得的不是实在，这个就讲做这个妄念。或者叫做妄想。那我即句讲，就是讲，因为你对这个境界上面有这个分别念，烦恼将这个所在产生，众生的生死痛苦呢，也是将这个所在产生。一边讲自性本无一法可得，讲这个自性啊，本来呢是无一法可得。这个自性无一法可得的意思，所以叫做讲做自性，就是咧指真如自性。这个真如自性呢，这是空无所有的物件，所以这个真如自性呢是无一法可得。这个一法，直接所讲这个法呢，都是咧指事物。连一点仔惊这个微尘。都袂当去染污着自性。这个自性体上啊，一点仔惊微尘都无，一点仔惊垃圾，一点仔惊物件都无。所以叫做讲自性本无一法可得。在这个起信论文来讲，讲一切众生本来相助，入以菩提涅槃之法。非可修上，毕竟无得。讲咱这个众生啊，本来就是相助，本来相助就是咧指咱众生的本性，就是遮所讲的自性。讲咱众生的自性呢，本来啊就是相助，本来呢就是入于涅槃菩提之法。就是讲，咱众生呢，本来也就是具足了菩提涅槃。这个菩提涅槃呢，非可修上。这个非可修上的意思，就是讲，这个菩提涅槃呢，唔是咱会当好修的物件，本来有的，毕竟无得。就是讲，究竟呢，无得，唔是讲咱这个菩提涅槃是修了，从什么所在得来？这是咱本来有的。所以这名叫做讲。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虽然是讲圆满了菩提，但是归无所得。咱所以叫做修行，这个修的意思呢是，用咱一般社会上所讲这个修的名词呢，就是讲这个物件歹去，咱再来甲修。比如讲车歹去啦，开来去修理；或者是讲厝歹啦，咱来修理。这就是修咯。所以歹就是爱修。毋过，咱的这个菩提涅槃本来具足，虽然是讲在咱众生的份上，这个菩提涅槃也无减少一丝啦。到甲成佛了，这个菩提涅槃也无加一丝啦，完全同款，一点仔都无差。为什么都爱修呢？所以就是讲修而无修啊。这个菩提涅槃本来都有的物件，所以得而无得。这是咱佛教所讲修而无修，得而无得。那既然是咱所修所得是啥物呢？咱所修就是在菩提涅槃，也就是讲咱这个自性体上的这妄想烦恼给去掉，就等于讲迄粒珍珠，迄粒摩尼宝珠，本来好好。既然是本来好好物件，你要哪甲修？事实上你若是讲迄个珠啊，若是歹去，你甲修嘛无采讲。比如讲这修这个珠啊，闭做两边。你将一个物件甲黏咧，结果嘛是两边啊，我哪有一个分伫咧？莫讲珠啊，就是讲一粒石头，这粒石头已经破做两边，你甲黏倒转，结果中有哪一个分，将阿毛头甲黏阿毛头分啦。所以靠那黏嘛黏袂好势。
因为即个珠啊本来好好，毋免收啊。咱咧收啥？就是外面有遮垃圾，将这垃圾给洗掉就会使。咱众生之所以就讲收呢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咱是咧收啥？是将这菩提涅槃自性的外面，卡在外面的这烦恼妄想业障等等，该去掉。那这就是叫做讲收。因为本来有的物件，所以即马你遐的垃圾该去掉了就清去了。所以得其不得，收其不收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咱爱了解这个自性，本无依法可得。一边讲若有所得，妄说好好，即是颠倒邪见。讲假若你若认为讲即个菩提啊是有所得，要来妄说即个好福呢，这就变成一种的颠倒邪见。那对于即个面顶自性本无依法可得，在这所以我搁再因传心法要内底所讲的几句话来甲咱补充说明，因为这是真重要。在这个传心法要安尼讲，讲菩提者不可以心得，心无上过。讲这个菩提啊，袂当用过咱这身躯去得，因为这身躯是种无上的，不可以心得，心无上过。讲这个菩提嘛，袂使用心去甲得啦。为什么心也是无上啊？不可以成得，讲袂使以这个性来甲得，性就是咧指属性。讲性就是本源自性天真佛啦。咱这个性就是本源自性天真佛。所以伫这个所在所讲，这个得就变成讲有一个能得，有一个所得。这个菩提涅槃是互咱甲得，咱呢有一个人去得到这个菩提涅槃。但是咱这个身躯四大五蕴皆空，要得到啥物？心嘛是无上物件，要去得到啥物？所以才讲做本无所得。那么在这个无所得这个所在，你搁再袂使独在无所得。本来无得无毋得，但是连这个无得也是不可得。毋通讲有一个无得迄个念就不可以。所以这个道呢是无有一法可得。只有教你会当互来了处本心，就是讲对咱自己的这个心会当了分明。但呢，在了分明迄个时阵啊，也无迄个了分明之相，袂使独在迄个了分明迄个所在。同时呢，也无有这个了不了相，变成讲这个了相甲不了相也是不可得，一切拢无去甲执着迄个所在，这是真正的迄个无所得。所以这个无所得空呢，就是把一切的这所有的这个分别心，拢给起甲清楚的所在才是。这是对这个自性本无依法可得的补充说明。注意听先听讲。咱今日节目时间见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注意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